啊，着迄个浮红红吼，就是即是浮吼，即是浮。阮较早做囡仔吼，啊，阮阿嬷拢叫我迄个啥，那煮饭的时阵拢叫我顾火，啊，迄大灶爱顾火啊，吼啊，较早迄个饭吼，伊用焖的，你毋知捌听过无？啊，迄焖到底是安怎焖哦？就是大鼎内底吼，水吼甲米同齐甲放落，啊，咱迄个灶空哦，个香火吼，香火个甲吼香刀吼，啊香刀了后咧吼，等水滚了后吼，互滚一时啊吼，甲用啥呢？甲用迄个饭粒吼，饭粒就是一款仔筛子迄款有无吼？饭粒啦吼，阮遐讲饭粒吼，甲将即个啥，迄个吼。饭熟的时阵，甲糊起来，这款叫做用糊的。啊，你讲啊，迄糊敢有好食？我捌食过，正经无偌好食。结果大部分的营养成分拢伫迄个啥，拢伫迄个暗，伫迄暗内底。啊，较早的人哦，生要留较济暗，啊，留较济暗就是要饲猪啦。我相信有的人可能知影即款的迄个啥生活经验啦。比如讲哦，迄较营养拢摕去饲猪啦。啊，人甲食迄个用糊的饭吼，啊，较早我讲说，阮阿嬷叫我顾火对无？啊，囡仔人哦爱耍哦，我拢定定吼，迄个啥，找一款迄个番薯仔囝较细条的吼，啊，放喺灶空内底浮啦吼，所以灶空浮番薯啊，是阮较早吼上接伫迄个啥，生活中的一个吼真快乐的生活经验啦，就是哪煮饭啊，哪伫浮番薯安尼啦吼。即个可能，即个我敢会当来，迄个请恁分享一下。恁较早捌伫灶空咧浮番薯、浮土豆诶，捌有即个生活经验诶，麻烦恁举手一下，咱来向大家分享一下。恁